100,000,000，你覺得住別墅好定係住洋房好呢？咁別墅呢就有天有地嘅。呢一套別墅仔105個平方，4房有2個係套房嚟嘅。花園雖然唔大，但係入邊佈局得非常之合理。呢一套別墅158萬，然之後業主保養得非常之好，部分家私家具都係新嘅。咁一樓有一個房啦，然之後廚房喺呢個位置。佢保養得非常之好嘅，你睇下廁所喺呢個位置，廁所都幾大嘅。你覺得呢種別墅仔啱唔啱你心水？